亞視發出公告，話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梁家榮以私人理由辭職，即日生效。公告稱讚梁家榮盡忠職守，貢獻良多。亞視感謝佢多年嘅服務，祝願佢生活愉快，繼續關心亞視。梁家榮喺07年加入亞視，擔任新聞部副總裁，第2年升任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。梁家榮透過電話向新聞部嘅員工話，因為冇辦法阻止播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病逝嘅報導，要為事件負全責，引咎辭職。江澤民事件我引咎辭職，我負起不可推卸嘅責任。其實我出完新聞之後嘅第2日，我都話我要負全責嘅。喺我哋自己新聞部嗰個黃昏個會嗰度，點解我要負全責？因為我盡咗我所有嘅努力，我阻唔到呢單新聞出街，所以所有嘅責任係我負晒。今年7月6號，亞視挨晚6點鐘新聞報導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嘅死訊。新華社喺第2日發出英文稿，話部分海外傳媒報導江澤民因病逝世，純屬謠言。中聯辦指責亞視嚴重違反新聞職業操守，表示極大憤慨。亞視撤回報導並且道歉。梁家榮話喺錯誤報導死訊之後2日，已經向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同埋高級副總裁鄺海瑩請辭。佢冇即時離職，係唔希望對新聞部造成大震盪。管理層亦都冇挽留，亦都冇定出離職生效日期，直到9月1號先至落實。而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副總裁譚慧儀亦都已經遞交辭職信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生報道。